人姓老名客，伊的身躯边有一件宝贝，叫做色魂佩。人靠徛在佩上，飞行自如。你所看的迄片的乌云，就是老客。假使若毋是你写的一钱只青地，你早就记将我暗算咯。啊！无啊！是安怎遐庆儿要伤害青儿？这到底是安怎嘞？这，甲表，你嘛袂用咧怪老贤弟啊！我知影伊是奉马总兵的命令来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青儿啊，无迄个马总兵，甲咱是啥物冤啥物仇？伊是安怎哪会要命人来杀害你咧？安尼啊，这要讲一言难尽啦。明仔载我早豆豆甲阿娘你讲，若要讲起来，这是朝中望间的奸计。无咯，毋管安怎样讲，我一定要问一个清楚咧。庆儿无分无话，哪会随便害人咧？我要来甲问。阿娘，稍等咧。我认为讲，老贤弟虽然是伫咧马总兵手下伫咧做代志，但是做人一向拢真好。假使若是当说服伊，叫伊归顺亲弟，安尼敢是加一个帮手？对啊，这是一个好办法。也毋过老客是伫咧马总兵的手下，伊哪会肯要归顺我呢？是，我有办法。哦。贤弟，来，我阁敬你一杯。来啊！我袂用啊，搁再啉啊！我即摆若搁再啉落吼，我会醉呢。唔啉吼，袂使搁啉啊！你的伤魂已经好啊，今后你敢有啥物拍算？有喏，我当然是先到东莞来去向马总兵报道，然后我就去找迄个姓赵的小囝报一箭之仇。老贤弟，我有一句话若讲出来，你莫生气。哎呀，当咱可比是亲兄弟，哪有啥物话咧袂讲的啦？你做你讲。赵方清乃就是当今太后的内侄，贵比金鸡玉后，而且这次奉旨押送军医，身负王命，责任非轻。你若是害伊者，我看王太师甲孙世龙，伊就无法度通我担当。你甲马总兵，敢是袂当脱离关系嘛？哎，大哥啊，你若咧替迄个姓赵的讲话啊？我老实甲你讲，赵方清以我就是娘舅之亲，你也是甲庙大人的儿子，所以，我希望讲你下去东莞，归顺赵方清，为朝廷立功，为祖上尽忠。我若毋是要安怎？你若毋答应，你就免想要甲我行出五福客栈。啥？我非常好老客啊，若爱来我就来。我若想要行，我即时就会当行，啥物人都无法度来阻挡我。你煞袂记得讲，我的杯，我身躯边有一条。我迄条咧，我就想问免找啦，你的色魂片，早就已经我甲你藏起来咯。你敢无色魂片？看你有啥物办法？自称你就是威山好老客。你，袂堪要我去，你竟然也敢招我来说我阿快抬你啊！你嘴正刁中放路，搁伊这个王总兵，拢背为奸啊！
你知影？朝中王孙两间就是伫咧作恶，我劝你回头，毋通受白本哦。老爷爷，你若是投入赵凤清为长下，随往偏官，随时你就会当建功，何愁不能逢祝？你是当堂的英雄，为什么一定要以奸附势，想临抗击啊？你要归顺也好，毋归顺也罢，就一息分配。爷家。你毋归顺是？毋归顺摕去，你用个怎？叶大人，你真是大仁大义、正人君子，我老庆情愿永远追随你。啊！起来！回禀大王，我勘定去真清楚，无毋对，绝对袂唔对。大王，宋军押着30万的军力，下晡要经过咱大龙山骹。哪会当将这30万的军力甲夺起来？毋该讲杨宗保的军力外强，伊也难得夺去3党的寒酸。对啦，听下因论准但死了后啦，咱就会当发动大军，甲因攻打三关啦，会当大出到大宋的江山咯。对，大王想去真周到，这回一定马到成功。有讲有据，在，令你带1万的妖罗埋伏在山骹，夺取军力。是。请你，阿娘，请你真是要离开我？是爱你身亡亡命，不能久留，继送军营，只好暂别母亲膝下。请你，咱离开这个家，这中风不救了，你都要来离开我？你叫母亲要来袂伤心？请你莫走，我无你去，你搁留咧好？请你，阿娘。身体变成非常的虚弱，所以一听讲你要走，尔就昏倒啊！我看你也是。阿娘，大哥啊，咱若无如期押送军礼到三关，万一因元帅若怪罪落来，是要安怎？我看安尼啦，老兄弟，你先教谢文佩到金鼎业，凡有场中礼仪升上路，
等大家庙的病情若是好，青地你才赶去，安尼毋是共款？对，这是一个好办法。青弟，你定能如何？好，老兄弟，在我就麻烦你搁做一撮。是，班长，你若是押军医到三关，一定爱经过大龙山，迄个所在你一定爱小心，时常有山贼出现。我二哥啊，当你安尼是咧创啥？30万军力，互咱家己失落去啊！咱甲庙后面通好去见着大哥，只有死，才会当对得起大哥。唉，你讲安尼是有哪有理啦？若讲咱两个吼实在有影有够无路用啦。迄吼，毋止讲干那遐个柴仔无掠半个，甚至连讲因对倒位来，搁走对倒位去，咱嘛看袂清楚。咱两个吼实在有够饭桶的啦。所以就爱死啦！咱三个饭桶根本就无面，通好去见着大哥，也毋死，还搁咧等啥物？安尼吼，爱死吼。对啊。好吧，讲死就死嘛，咱是要安怎死？你甲我讲啊！甲你讲。嘿啊。好，互你死。啊，你若先甲我讲死，啊，你就袂当死啊！安尼吼，有理咧，无规气安尼好啦，咱两个相讲啦。有理，同齐，好，同齐讲哦。爱讲好准哦。对，来，一个就好落去啊。好。一、两、三。二哥啊，你若要讲哦，就较细个呢，受大咱会疼哦。靠腰啊！啊，细个要哪会死？细个袂死吼。相容一个就好巧伊。好啦好啦，无规气，事在你讲啦。好来，来，伊两个，哎呀，两个大兄，啊，恁是安怎要死啦？啊，无死敢会用的？无死敢会大个哦。哎呀，这个代志嘛袂用个拢完全怪咱呢。啊，毋怪咱是要怪啥人，无敢讲要怪咱狄大哥咧。哎呀，啊，这个地势根本咱都无熟啦，倒出来甲咱抢军医，伊是由小路倒走的咧，莫讲是咱，任啥物人都无法度通去掠伊啦。安尼有理哦。所以我讲哦，恁两个人毋通要想短见，暂时在遮安宁作坐，等我坐我这条色分配倒转来去东关，请着大哥来才搁拍算。安尼吼，好，无二哥啊，咱暂时莫死。安尼，搁等下哦。好。 30万的军力全部为死，是，你若实在太大意啊！请大哥恕小弟失职之罪。青弟，这件代志非同小可，你要赶紧想办法去找。青丽啊，青丽啊，青丽啊！我拄才听小丽讲，30万的军力已经为死啦，真死的死。庆丽啊，是毋是真死的？你紧甲我讲啊！二表，害你甲张中李义两个乡长押解军医，经过迄个大龙山骹，哪会知影讲忽然间一堆的林仔就安尼冲出来？
军里就去互抢去啊！不但是连一个都无甲伊掠着，连恁是对倒位走去都毋知影，安尼糊里糊涂30万的军里就安尼毁失去。现在老表，你毋是捌讲过，迄个三关有种保元帅的军令信言，原来安尼，军里已经无准时压到位，请你的性命毋得难保。这上讲，元帅军令敢真是遮尔严实？是啊，因元帅押解军里的期限是限1个月啦。若万一天到位，都爱重拍20个军棍；万2天，都爱现空传旨；若万3天，现到现斩，就是皇帝来保也无情。我要离家之时，古庙正经有调伊徐太君入校局，又亲手休书，并伊的囝儿杨宗保。假使我若是为期限，并伊就爱将钦发落。当时包大人的门生范仲安，现在也伫三关管机礼部上司，伊并伊咧照顾孩儿。虽然是军医失落，我想也袂性命会危险。母亲只有恁众人毋免为我伫咧担心啊。阿娘，既然有谢太君甲包大人的私信，我看杨元帅伊绝对袂为难亲地。是啦，那安尼我就放心啊。请你啊，你准备什么时阵要起程？我现在就教老贤弟立刻离开啊！山
人间一片浑水海，要是风中最悲哀，多差行踪可地带，本意下落叫不知。这个才拄好遇到这个大风势，东西南北都分袂清楚，是要咱去找到盗贼的下落呢？赵大哥，你看，对面迄个山顶有一间庙寺哦，无咱来去甲伊问方向嘛。对啦，安尼有理啦，无归去，互我来问啦。免，我来去咯。管家，我看恁俩是拄则等我家己一个来去问。无咯，大哥啊，你家己一个去，我袂放心，回去我甲你斗阵来去。恁住在遮等我随去随倒转来。安尼哦，无你就较细腻的。左江水边有大雄，犹如南阳文我亮，一片俏脸不吉祥，出世必烈不心雄。请请用茶。小师傅，恁哪会捌我呢？家属早就知影着王清今日要来准驾光临，所以着面小真前来奉茶。梁师真是神情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不敢当，不敢当。狄王清，你过奖了。是啥人？这位老师。老师傅，你是什么时阵来伫咧遮坐？阮也无看见。老郑已经来遮恭贺亲王，已经真久。狄王清，你哪会无看到我呢？这位老师傅一定是得道高僧。小将大概是一时眼花，这无看对老师傅，请问老师傅法号如何称呼呢？罗江法号性格。哦，原来是性格老师傅啊！狄王清，请。请。请坐。看老师傅笔法沧桑，唔知你今年的年纪高寿咧？罗江自东条至今385岁了。原来老师是一个活本。唉，起讲，起讲。罗江淑明，骨质保林，先父乃是东条名将，骨质强。原来老师傅是东条天子脚下名将，武治老将军的后代。小将不知，都有识罪之余。起讲，起讲。狄王清何罪之有？罗江失意反迎，还望恕罪。不敢，请问老师傅，既是东条兵将，
公神之后代，为什么来这间庙是第一位地主呢？这就是因为当天子正官古海正当之时，并将随天子完成。不料大军到大海之中，风浪大作，军神将士高高惊呼。当天子即时祷告上苍，哪会当风浪平静，顺时正当回调之后，魔王发现新日佛门，果然经过无偌久，风浪平静，顺时正当，办事回调，魔王乃是不枉此愿，决定要修身入佛门修佛道。秦王亲接大神所劝谏，魔王不接受。魔王认为身为天下之王，哪有对神明食言呢？所以一定要去。当初是脑前，才自愿退性修行。当初是魔王大发，在此地事件报阴时，亲命脑前出家。阿弥陀佛。原来老师傅如此的忠心，将来必然为万世流芳，为后人带道啊！去干，去干，阿弥陀佛。请问老师傅，小将有一件代志，请师傅你指点。德王亲，你不说，脑前也已经知影。德王亲，是毋是为着30万军医失落的代志呢？是，老师傅指示。亲王，你毋免担心，此事有失自然有得，种种因何利得福，脑前的猜想绝对是袂定啦。老师傅你是在讲30万军医一定要找倒转来？讲对。安尼我再请示老师傅，夺走军医究竟是甚么人？这一定是大龙山战天王的手下，吴刚甲吴健。现在地面的势已经即阵头尾都笑我，若要等个单阳出，这势来扬去，杨宗保的大军已经是丧死了。咱用你借这个机会，兵发三关，要夺大宋的江山，易如反掌。干啊干啊干！元帅，请你唔通着急。阿介军医期限是1个月，到现在才是28天，还阁有2天的期限，伊下官之见，狄王亲一定会赶到。狄青是勤勉的大臣，应该啊知影两党兵士的痛苦，要尽速将军医压降。为何弟弟未到？真是岂有此理！元帅，最近半个月来连日落雪，30万军医车辆是数百，确实是多骨难言。过2天大势若是化，狄王亲一定会赶到。哼！等甲大势化了后，军事都已经被生死当死了。这
快去，鼓励旁呀！李万岁，当夜军事又被风势打死过了。若搁再3、5天军医无够，满营的军事就变成冰雪亡魂。来人啊！万岁，对位。直请靠着伊着王亲的势力，使军师的性命一路一半。我要派军旗出关，取得胜的首级，替着死去的军师偿命。万岁！万岁，请你不可动怒，期限还阁2天。万岁若是动怒，就得天处死。以你来讲，对得太后是不得，请万岁善恕。哼，我敢就任凭直请，将军师的性命当作儿戏嘛？万岁，不能派人出关摧残军医，当时探听详情。但是直请伊靠着亲王之实，故意拖延，延误期限，到时处斩也未歹。万岁，我来去上讨咯。我朝廷过来去摧残军医。万岁，朝廷贵性情鲁莽，用意误事，千万不可派伊去。哦，袁大人啊，你实在真无意思哎！我也无得罪你啊，你想哪里？朝廷贵，你要去摧残归你的用，但是可知本帅军令森严，若是延误时刻，休怪本帅无情。当然啦。本帅命你即刻出关，并早回关，威令者定斩不了。对了。将军，千万不可因此。哎，你放心啦，我已经改酒啊。你卖啥？你永远都走袂去。我吼一定会抓你抓到，来我斟一，我斟一。啊好啊，你真好大胆！你敢当遮拍人？你实在足好大胆你哈！恁爸手先甲你压一记啊当！看你啊，还有手通去掠查某！啊，无酒，我挂一罐来。好。这匹马来遮水，阁是良区啊！你打4两手来。是。看这个小囝生做敢若亲像文律书生共款，伊一定是袂晓武功。我大先走落去将迄只马甲牵走，牵倒转来送阮元帅骑。
你免管我是啥物人啊！大爷是看讲你这要生做袂歹，你若识时务，上要甲我放来。原来是头尾菜了。我白讲，是不是说你头尾菜？当个赵先龙安怎会去共头家买？我是看讲哦，你这个小囝臭灵啊，现路还袂过，你根本就无资格当徛伊遮买。我毋知想讲要甲伊遮买，头家等下阮元帅徛。恁元帅，恁元帅，什么人？你毋捌哩？足不足听？阮元帅就是三关口杨宗保。啊，你什么人？你毋知我什么人？听我知哦。当当就是宋朝名将，招战的孙啊，也就是杨宗保定下的神龙官赵定军。高中无？你竟讲做底是赵神龙之名？起来！就着我啦，慢，动下动手啊！我真是赵神龙的，若假会包我啦。哼！若要赵神龙，哪会踮咧遮伫咧做狗强盗咧？哦，什么你狗强盗，讲到遐歹听，我出城时才犯代志的了。我洪元帅的命令，出关来找伊着枪啊！又搁毋知要枪的踪影。你找着枪啊，为何情？要调定名义哦，该将伊刑停之汉，一个月后期。只剩2天哦的日子，若是延误，伊是做咱老事。你可能是。将死何人啊？在，只闻其名啊，唔捌其面。我是金车啊，雕红啊亲。我袂讲，你着放亲。你这小囝，你毋知对倒位来，你甲食了命走人是靠！嘿，干啥？赵神龙，我确实是特枪，大丈夫男子汉，哪会去假人的名咧？你若讲真是特枪，是安怎你哪甲我解释啊？我有带人马，人马安插伫小河山，那安尼30万的军力咧，伫大龙山啊！哈？是大龙山啊？那讲大哥啦，这个特请啊，自从伊进入这军役了后啦，拢总淡薄消息都无啊。百姓稳当是去伫咧三关向杨宗保伫咧领罪啦。我早就了着，伊绝对唔敢来。大王，无论安怎，咱绝对要较小心一点啊！哎，你特别无胆，直枪绝对唔敢来。可是我伊若是来啊，我会让你甲伊念头。是，大家安尼去眼界。大哥啦，假使讲特请这个小囝，伊若是敢来咧，你拢免叮当，互小弟来出手就好了。大王啊，启禀大王，山脚来一个水姑娘呢。水姑娘啦。哎呀，查某囡仔，我看一个咯，无要紧哦。赵凤珍啊，你扮查某阁有影真成呢，阁真水哦。哎呀，哎呦！金蕉皮阁樱桃脆，啊柳叶麦是两边水，两蕊目睭阁乌蕊蕊，互人愈看是愈高醉。行着路来又骄又搁真高扭，
真生一个是大姑娘，全身只是一点仔无亲像，就是迄双脚。三寸金莲又个摊怀娘啊，摊怀娘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赵先锋啊，万一若是去互看出破绽呢？叶凤珍啊，我看吼，你安尼去实在是伤过冒险呢。大凉山为战天龙主家差，还阁有大小名扬武将，因的功夫是英勇无敌，而且伊阁有10万的兵马呢。我元帅甲伊连战18年，都我毋知影讲是胜是赢是输。你家己一个想要去哦？毋免讲战天龙伊出来啦，遐兵马一人配一副喙咯，就已经甲你淹死。哦，啊，若安尼讲，你毋相信我，无咱就来打赌者。好啊，要赌就来赌啊！啊，是要安怎赌法呢？你若想要赌，将战天龙主家菜头壳甲剁了我，那安尼我奉听你一世人，啊，规去甲你做马童啦！做马童，甲你看马。好，已经为定。我若无才调，将战天龙主家菜的头壳赶倒转来，我誓不下山。等你这就加讲的啊！你若无甲杀死，你当然嘛袂想要下山，无你敢要想要落来？这无算啦，顶讲。赵先锋，家话毋免搁再讲，你给我准备一只马匹，踮在这个山道等我，搁来时阵我会挂手铐，等候你，你就做迄2粒手铐，挂回山关记得杨元帅，随时搬土叫兵来处决你。安尼好啊，走。杜哥啊！警察，你，喂，哎呦，要叫我回去啦！是咧做啥物呢？水姑娘，真正是水姑娘，抓起来啦！你要做啥？水姑娘，你唔免惊啦，你若是这个山寨的二大王啦，叫做朱野菜啦，你绝对免惊，乖乖到这个所在，互恁来做阿姐夫人啦，一定比你做状元夫人搁较赞啦！李大王，我惊。你惊安怎啦？听讲山顶还阁有一个叫做战天龙，本领高强，我惊伊毋帮我煞。哎呀，这个代志你放心啦。若是讲大王啊，伊的武艺搁较高强来讲啊，我也毋惊伊啦。我朱野菜有练一个金剑大铁布衫啦，刀枪不入啦，就是准讲大王伊也着让2啊3分啦。抓他！我这款人有咩想要吵？大哥，你唔通看你刀枪不入，你要小心你的刀材。你个南蛮李忠，你是要来丧死是？伊虽是互你破金江炸铁锅衫，你也知影讲我2女的金刀眼。大哥，叶元宵，叶元宵，叶元宵。